我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咯。今天徐薇老师要教大家客家话里面说日期啦、时间啦，今天、昨天、明天怎么说呢？来，嘴巴借徐老师，前一天叫做前日，前一天，昨天呢，昨晡日就是昨天，今天呢，今晡日就是今天。那明天呢，很特别哦，叫做天公日，天公就是天光亮了，对，所以又天亮了，就是明天的意思。天公日，那后天呢，后日就是后天的意思。上礼拜怎么说呢？松礼拜，下个礼拜呢，哈礼拜，礼拜就是礼拜那个字，松礼拜，哈礼拜。那上个月呢，松张年，哈张年，所以那个上个那个个就是za，松张年，哈张年，松哈大家会了对不对？就是上下的意思。再来，那前年怎么说呢？前年叫做前年。那么去年怎么说呢？去年我回来，那个去年叫做 Q 年。还有呢，那今年呢？今年。明年呢？忙年啊，阴客喜相逢。有一句话呢，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都给死卡给起，都给死卡给起。从小我就听我爸爸说，都给死卡给起啦，哈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不要担心。那如果是徐薇老师的外婆是竹东人，讲海陆腔的哦，怎么说呢？西斗西洞，那个洞听起来好像动算，对，就是到时候就会动算咯。西斗西洞啊，那么英文怎么说呢？英文叫做 Don't worry， 不要担心 ，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事情 will be okay，will be fine， 就是一切事情都会好哦。Don't worry。Be happy， 也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咯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次，跟徐老师念哦。船到桥头自然直有两种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一个叫做都给死卡给起，都给死卡给起，别忘记咯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个地方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嘴巴要借徐老师，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咯。来，前天叫做前日，昨天呢，昨晡日，今天今晡日，明天天公日，后天后日，上礼拜松礼拜，哈礼拜，松张年，哈张年，前年 Q 年，今年忙年，不要忘记咯，都给死卡给起。